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15，旧历的6月13，礼拜一。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民调早起公布结果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以44.8%的支持度大赢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的27.7%，将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。韩国瑜除了感谢支持者，嘛表示讲，伊未甲高雄市长辞掉，会全力来冲刺高雄的市政，嘛希望乌韩爱告一个段落。韩国瑜嘛马上去拜访其他的参选人，要来团结国民党，拍赢选战。中国国民党加油！中国国民党加油！手牵手发口号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伫韩国瑜支持者挥汗不倒的情形下，赢得国民党的总统初选，代表拿军出战2020年。特别恭喜的韩国瑜同志，这个是要感谢你啊 ，wonderful。第一个感谢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，支持韩国瑜的庶民大众，不管是建设性的批判韩国瑜，或者有目的性的黑韩国瑜，我一定会尽量来解释、来澄清。凡是恶意批判韩国瑜的，希望呢就此告一段落。5间民调公司15000个样本加权了后，韩国瑜得到压倒性的胜利，摕到44.8%。郭台铭27.7%排第2名，朱立伦第3得到17.9%，周锡伟甲张亚中排第4甲第5名。是讲初选结束，才是考验的开始。我还是高雄市市长，一定会全力来冲市政，承诺给高雄市民朋友的，我会全力以赴。我们等一下联络完毕，立刻就会开始拜访最适当的一位副手人选，到时候选出来之后呢，选拔出来之后，再跟各界来报告。本来主席吴敦义希望讲5位参选人拢到现场，营造胜选的气势，不过最后5个人欠2个，敢若来3个尔。就看韩国瑜要安怎和党内团结赢得选战。